早晨啊，各位弟兄姊妹。咁啊，無驚無險可以翻到你哋中間，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個 government shutdown 咧，就突然間收到好多消息，可能個航班會被 cancel 啦。咁我哋上機之前嗰日咧，就話俾我哋聽，如果你冇被 cancel 嘅時候咧，啲 flight 係會大概遲4至8個鐘。係啊，咁所以咧，我帶定好多食物喺我個袋度。但係好感謝主啊，淨係delay 咗15分鐘，咁啊，琴晚平安到步。咁啊，2個禮拜之前左右咧，我就喺呢個香港在芝加哥嘅 Facebook 嘅群組裏邊咧，回應一個 post 啊。咁咧就我知咧有人知我講緊邊個 post 嘅，因為我哋 UV 裏邊咧都有人去 like 啊。去寫啲嘢咁樣樣嘅喎，咁啊一般嚟講咧，通常我就唔會喺呢啲咁嘅群組度寫啲乜嘢㗎，又或者咧嗰個群組裏邊如果有好多人我係唔識咧，我又唔會寫嘢嘅。咁但係今次咧就有一個人咧寫咗啲嘢咧係我自己好 passionate 嘅，即係好緊張嘅嘢嚟嘅。咁咧所以我就寫咗啲回應。咁我覺得我嘅回應咧都好中立。咁啊，應該咧都冇乜嘢嘅咁。我問下大家，18蚊一碗連稅連貼士嘅牛腩麵抵唔抵啊？唔抵啊？抵定唔抵話？大家當然有唔同嘅諗法啦，係嘛？咁我呢一個會買牛腩返屋企。自己整呢個潮州即係清湯牛腩嘅師奶啦，咁啊知道買5磅牛腩返屋企啦，即係用時間啦、材料啦、心機整完之後咧，可能有4磅左右，冇添啊！嗱，即係阿燕姨話冇啊嗱 ，OK 3磅幾就 OK， 即係可能變3磅添。咁所以對我嚟講咧，一碗大碗即係足料嘅牛腩麵。即係18蚊連稅連貼士合理啊咁樣樣，咁但係估唔到咧呢個 post 咧，哇有好多人加入嚟討論喎，即係4日之內4日啫喎，竟然有67個 comment 啊！咁當中咧仲有人因為即係我哋其中幾個覺得合理嘅人呢個回應咧而嬲豬啊！咁我覺得啊都幾 interesting 喎。咁啊，竟然有咁多人回應嘅，咁啊，我諗下，咦，我好想睇下咧呢個 group 裏邊，呢個群組裏邊咧，仲有啲咩 post 咧，啲人係會有咁多回應嘅咧？咁我就掃，咁啊不停咁掃到我覺得有啲攰啦，唔掃嘅時候，你估下另一個 post 有雙位數字人回應嘅係一個咩 post？ 其實大部分嘅 post 係冇人回應，或者有咧都係單位數字嘅。你估下一個係雙位數字多人回應嘅 post 係咩 post？ 係講咩嘅？估下係魚肉燒賣，20個 post 度。哇！你係咪發覺食果然真係好重要？之前咧，我同大家講過傳道書嘅第1章啦，講到傳道者咧就積極咁樣去尋問。去試驗啦，去思考人生嗰個意義。佢發現咧，人喺日光之下嗰個勞碌都係徒勞嘅，同埋都係虛空嘅。去到2章1至11節嗰度咧，傳道者咧就嘗試透過呢個享樂啦、財富啦、工作同埋喺物質上邊咧，去嘗試尋求嗰個滿足。但係佢最終都發現咧，原來呢啲嘢咧都唔係可以帶嚟持久嘅快樂或者滿足或者人生嘅意義嘅，好似嘗試捉住一陣風咁樣。今日咧我就同大家繼續睇呢個傳道書，去到呢個2章12至26節，3個主題去思考感謝天父賜我飲食呢句。我哋食每一餐飯，基督徒食每一餐飯都會講嘅説話。我哋先低頭祈禱啊，好嘛？親愛主，我哋嘅神，感謝你俾孩子可以去
將你喺聖經裏邊要同我哋講嘅説話去講出嚟。願你嘅説話能夠滋潤我哋嘅生命，你能夠喺當中得着榮耀。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我先同大家讀一段經文啦 ，OK？ 我轉過來觀察智慧狂妄和愚昧，王的繼承人還能作什麼呢？只不過作先前作過的罷了。於是我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一樣。智慧人的眼目明亮，愚昧人卻走在黑暗中。我也知道同一命運要臨到這兩種人身上。我自己心裏說，臨到愚昧人身上的，也必臨到我身上。那麼我為什麼要更有智慧呢？於是我心裏說，這也是虛空，因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沒有人永遠紀念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裏都會被人遺忘。可嘆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樣，終必死亡。因此我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都使我厭煩，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2章18至23節，我恨惡我的一切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不得不把我勞碌的成果留給後人。那人將來是智是愚，有誰曉得呢？可是他竟要掌管一切我勞碌得來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得來的，這又是虛空。於是我轉念，對日光之下我所勞碌的一切深感絕望，因為人用智慧、知識和技能所勞碌得來的，卻必留給未曾勞碌的人為分。這也是虛空，是極大的陷事。人的一切勞碌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的，對自己有什麼益處呢？其實終其一生，他的擔子既痛苦又煩惱，在夜間也不能安心，這也是虛空。2章24至26，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勞碌中自得其樂。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離開了他，誰能有吃的呢？誰能享樂呢？神把智慧、知識和喜樂賜給他所喜悅的人，卻使罪人作收集和積聚的差事，把所得的歸給神所喜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由2章12節呢度開始咧，所羅門王由之前審視建造一啲實質嘅事物之後咧，佢轉移去審視智慧嘅價值。我諗大家都諗到啦，結論當然係有智慧好過冇智慧，係嘛？因為有智慧嘅人咧，佢有嗰個洞察嗰個能力，知道咩時候做啲咩嘢嘢，或者咩時候唔好做啲乜嘢嘢。但係相對咧，愚昧人咧卻缺乏咗呢種洞察力，就好似呢度咁講啊，愚昧人卻走在黑暗中。即係黑暗裏邊，好似盲中中咁亂闖。跟住我哋再睇呢個2章16節，佢話因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沒有人永遠紀念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裏都會被遺忘。可嘆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樣，終必死亡。Yes， 人人平等。我哋每一個人都最終都係會死，但係所羅門王啊 ，He is so 偉大，即係就算佢死，有乜可能啲人會永遠記得佢、紀念佢？喺未來嘅日子裏邊會被人遺忘嘅咧？可嘆智慧人，佢呢度話可嘆智慧人同愚昧人一樣。甚至無最終會死亡，會被遺忘。其實你諗諗下，佢會咁樣問，佢唔開心，佢嬲嬲豬，其實都係幾合理嘅。2018年英國University of Aberdeen 嗰度做咗個心理學嘅研究，發現被遺忘嘅感覺咧，就好似被忽略、被排斥咁樣樣。
呢啲感覺咧可以係痛苦嘅來源，亦都可以引發焦慮症，即係引發呢個 anxiety。你有冇試過被忽略？有冇試過覺得啲人排斥你啊？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有呢個感覺嘅。冇辦法啦，即係你睇下我個樣，即係我個樣咧硬掘掘咁，即係唔笑嘅時候咧又好似好惡咁，又有啲男仔頭。呢啲咧係我成日都聽到人哋俾我嘅評論啊！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有一個靚好 cute、好可愛嘅表姐，我好羨慕佢嘅，因為個個親戚朋友咧都好錫佢啦，好中意佢啦，買嘢俾佢。但係我咧就成日俾人鬧，唔係鬧呢樣就鬧嗰樣。去街咧又冇我份。咁好多時咧都係我啲親戚同我表姐去完街，攞住一袋二袋翻屋企嘅時候咧，我先知道原來佢哋去咗 shopping。我嗰陣時成日喺度諗，點解唔嗌埋我嘅？點解我冇份嘅？喺傳道書2章呢一度，所羅門王擔心人哋唔記得咗佢，因為佢認識到呢個現實，無論一個人係幾有智慧、成就或者地位幾咁高都好咧，有智慧嘅人同愚者到死亡之後都會遇到同一個命運，就係好快被後世嘅人忘記。呢種存在主義嘅關注咧，係傳道書頭呢幾章嘅主題。你有冇諗過？你自己有冇諗過點解我會想人哋記住我嘅呢？其實有人永遠紀念自己係咪重要，或者係咪真係咁重要嘅呢？有時我去參加嗰啲安息禮拜嘅時候咧，啲人咧就會通常會啲親戚朋友啊嗰啲會上嚟講嗰個人啊，佢幾咁好幾咁好幾咁好咁。咁咧我坐喺度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啊，好可惜嘅嗰個人唔喺度，佢聽唔到啊。其實呢個人在生嘅時候，嗰啲人有冇講俾佢聽嘅咧？有冇話俾佢聽咧？啊，你其實呢啲嘢咧，我係好欣賞嘅。好多謝你呢啲嘢，或者咧你曾經做過啲嘢去影響過我，係好 positive 嘅，我好想多謝你。呢啲説話會唔會係喺呢個人在生嘅時候去同佢講會好啲嘅呢？2章18至21節。我恨惡我的一切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不得不把勞碌的成果留給後人。那人將來是智是愚，有誰曉得呢？可是他竟要掌管我一切勞碌得來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得來的，這又是虛空。於是我轉念，對日光之下我所勞碌的一切深感絕望，因為人用智慧、知識和技能所勞碌得來的，卻必須留給未曾勞碌的人為分，這也是虛空，是極大的憾事。多年嘅努力啊，最終我不得不把勞碌的成果留給後人。仲有啊，那人將來是智是愚，有誰曉得呢？他竟要掌管我勞碌得來的。再諗諗下，人用智慧、知識和技能所勞碌得來的，卻必須留給未曾努力過丁屎嘅人為分，這也是虛空，是極大的憾事。又真係幾攞命啊，係嘛？舊約列王記上12、14章嗰度記載，所羅門王個仔羅波安呢繼承皇位之後，老百姓呢就請求佢減輕佢父親時代
留低落嚟嘅徵收嘅重稅。咁佢咧就先去詢問咗一啲比較年長、有經驗嘅長老啊，得到一啲比較溫和嘅建議喎。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啦，通常年輕人咧就唔中意聽年長老人家嘅意見啊，忠言逆耳。咁咧佢反而接納咗身邊一啲年輕臣僕嘅驕傲嘅意見啊，決定更加加重佢哋嘅重擔。呢個咁愚蠢嘅回應咧，就激嬲咗啲老百姓，導致王國分裂，北方10個支派叛變啊，擁立耶羅波安為王，建立北國嘅以色列。而南方咧就只係剩低猶大同便雅憫2個支派，繼續由羅波安統治，稱為南國猶大。Long story short， 羅波安唔單止令到個國家分裂啊！聖殿裏邊嘅財寶全部都被搶掠，真係那人將來是智是愚，有誰曉得呢？我哋呢一代咧比上一代嘅環境好，所以我哋嘅細路仔咧物質都係比我哋嘅年代咧係豐富。就算唔係特別有錢，我哋都會盡量俾佢哋過啲好嘅生活。想佢哋開心，我哋愛佢哋，錫佢哋，祝福佢哋，祝福佢哋，等佢哋開開心心，等佢哋唔使咁辛苦，唔好受人氣，做少啲，最好唔使做。結果害死佢哋。傳道書2章之前嘅1章10節，佢話：因為我的心啊，要為一切嘅勞碌快樂，這是我從一切勞碌中所得嘅報償。你知唔知咧？上帝俾人嘅祝福咧，唔單止係講緊報酬嘅祝福啊，仲有係我哋努力、我哋人勞碌裏邊嗰個祝福。喺勞碌裏邊能夠得到嗰個成功感、嗰個目的感同埋意義。正正係呢段經文裏邊所講嘅，從所得嘅所得嘅報償啊。Toil is a blessing。現今世代咧有種新嘅職業道德啊，唔知你哋知唔知？就係做少啲，但係賺多啲，即係做好少，但我可以賺好多錢。好搞笑！幾個月前咧，先有個中學嘅中學生 senior 同我講，佢話：Joyce，我嘅理想咧就係將來我要揾份工，唔使做，唔使點做，但係揾好多錢。我喺度諗啊，咦，幾搞笑喎！呢個係個理想。記唔記得之前講過？我同大家講過，聖經新約裏邊嘅哥林多後書8至9章，嗰度係有基督徒處理金錢嘅教導嘅。哥林多後書9章10至13節，但那賜種子給撒種的，又賜食物給人吃的神啊，必定把種子加倍供給你們，也必增添你們的義果。你們既然凡事富裕，就可以慷慨地捐輸，使眾人藉着我們對神的心出感謝的心，對神生出感謝的心。因為這供應的事不僅補足了聖徒嘅缺乏啊，也使許多人對神感謝的心格外增多。眾聖徒因為你們承認和服從了基督的福音，並且慷慨地捐輸給他們和眾人，藉着你們在這供應的事上所得的憑據，就把榮耀歸給神。簡單啲嚟講咧，呢度係講緊你要將神俾你嘅嘢咧分開兩份，冇講 percentage， 但係講緊分開兩份。係講緊神俾你嘅嘢，一份係俾你嘅麵包，另外一份係愛嚟播種嘅種子，結果子嘅種子。
第一份嘅麵包，你係要存住一個感恩嘅心去享受，係神俾你嘅。你攞嗰份麵包愛嚟養家，可能要交學費、去旅行、積谷防饑。Go ahead，你係可以用嘅，你可以 enjoy 嘅，但係你唔好忘記，俾你嘅唔係所有都係麵包，因為另外嗰部分係種子。哥林多後書9章嘅教導係講緊我哋要 set aside 一份種子，將佢擺喺奉獻喺神嘅國度裏邊。呢個動作係承認同服從咗基督嗰個福音啊，驅使人藉住我哋嘅慷慨所得嘅憑據，生出對神感謝嘅心。對神感謝嘅心格外增多，就把榮耀歸給神嘅果子。我哋嘅問題唔係食麵包啊，而係我哋連種子都食埋啊！我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就入神學院讀書。Double major 讀咗4年半先讀完。想當年咧，每個學期開學之前咧，有個好姊妹都會問我：你有冇咩需要？每個學期咧，佢都會奉獻俾我，幫補我交學費。幾年內佢俾我嘅奉獻，我自己喺度諗，其實佢係可以攞呢啲錢咧，買個靚靚嘅手袋俾佢自己嘅。我有好多呢啲 receive 種子嘅故事，呢啲弟兄姊妹對我嘅慷慨、犧牲買個靚手袋嘅捐贈，成為咗我永遠有不停有好多好多唔同感恩嘅故仔去同人分享。同樣，如果你認識我，我都係一個好慷慨嘅人，有時甚至冇慷慨過頭，所以有啲人咧以為我好有錢。其實我唔係好有錢，但我都好慷慨，係因為神從來對我都係好慷慨，神從來都冇孤寒過嘅。我好希望我嘅慷慨、我嘅投入、我嘅犧牲係可以建立到人，建立到神嘅國、神嘅事工、教會嘅事工，想神喺當中得着榮耀。呢個就正正係哥林多後書呢度8至9章嗰度講到嘅基督徒金錢嘅教導。如果你從來冇呢個習慣，我好想你今日去思考下，以致你會 set aside 一啲種子，擺喺神嘅國度裏邊。It's not too late, you still have time。有兩日我就同我老公出咗去食 lunch 啊，咁啊坐喺度等緊啲嘢食嚟嘅時候咧，我就同我老公傾偈啦，咁啊講下我個女啦，講下教會啦，講下事工啦，講下我哋啲 friend 啦，咁啊等，終於啲嘢食嚟啦。咁咧唔係先祈禱啊，而係嗱聲咧攞個手機出嚟影相啦，當然跟住 send 俾個女啦，然之後咧我哋先耷低頭祈禱。一打開隻眼，哇！即係啲嘢嚟到啦，我就睇下，哇！個廚師嘅擺盤，啲顏色，聞下有幾香，跟住吉一嚿食下，哇！好好味，真係好味。呢間係我哋好中意去嘅餐館。咁突然間我有個意念出現，我就問我老公，我話：爹哋啊，呢個咧係咪就係傳道書2章24節嗰度
講到神的手嘅意思啊。咁我老公話係啊，神嘅手就喺每一個細節裏面，神嘅手就喺每一個 details 裏面。How nice！ 2022年返香港嘅時候，2022年返香港嘅時候呢，有個傳道人好朋友呢，就 insist 一定要帶我去睇套戲。嗰套戲呢，就叫做過時過節。故事呢，就講述一個家庭8年前一家人做冬嘅時候呢，就發生咗啲誤會，導致呢個家庭嘅關係破裂啊！當然啦，冰封三尺，從來都係非一日之寒嘅。多年嚟屋企嘅成員之間嗰個矛盾啦，以前從來冇化解嘅紛爭，每個人各自都收埋好多好多唔開心怨恨喺裏邊，好多傷痛啊！因為呢一餐飯之後呢，大家都係最好以後唔好見啦。呢套過時過節呢，嗰個導演喺度講，佢話佢好想人去睇呢套戲之後去諗下，既然大家係一家人，有冇可能係一人退一步，放低自己，再坐低一齊去過冬？親愛嘅傳道人同我睇呢套戲之前，原來佢已經睇咗2次嘅啦。但係佢同我睇嘅時候，我留意到佢攞張紙巾出嚟，喺度不停咁樣抹眼淚。已經睇第3次啦。Why is there so much pain？ 點解咁傷心嘅？2章24至25節，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勞碌中自得其樂。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離開了他，誰能有吃的呢？誰能享樂呢？喺傳道書裏邊，呢度係第一次提到神的手俾人享受飲食，同喺辛勞當中嘅喜樂，呢啲都係神俾人嘅禮物啊！喺傳道書入邊呢，其實仲有6段經文都係提到呢一點。呢個唔係講緊呢，橫掂人生都係咁虛空，都係咁徒勞無功，所以不如咧就今日有酒就今朝醉啦嘅態度，而係佢係要和應翻創世記同箴言入邊提到飲食同享受自己辛勞嘅喜樂嘅一個正面嘅觀點啊！神選擇每日咧都向你施恩 ，as simple as 講緊你食嘅牛腩麵、煲仔飯、魚肉燒賣、蒸肉餅，每一餐飯、每一杯水，神嘅手喺嗰啲細節裏邊啊！我哋 UV 教會咧就好知道食嘅重要性嘅，所以咧我哋個星期日有唔同嘅弟兄姊妹為我哋預備早餐、煲定咖啡。我唔知你有冇機會去過其他教會？你知唔知其實大部分嘅教會係冇呢個 ministry， 冇呢個事工。其實我哋真係要好感恩，有一班弟兄姊妹係咁願意付上時間心機。去話我哋預備好似頭先阿傑少講，哇！即係仲喺度煎餃子。我哋 UV Cafe 咧係教會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事工，因為我哋教牧同工都知道啊，食可以係一個建立彼此關係嘅一個工具。
若果你將你同你屋企人食飯嗰個情景啊，搬嚟呢個建立彼此關係事工嘅呢個 concept 裏邊，我想問下你，你嘅腦海裏邊出現一幅乜嘢嘅圖畫？你係同你屋企人建立關係啊，定係會好似過時過節咁樣諗起好多爭執，諗起好多傷痛？如果你心目中嗰個圖畫呢，係同我形容第二個似呢個過時過節嗰個圖畫，我想你知，我明白啊，因為我自己個屋企以前都係咁。已經50幾歲人，有時我諗起有一啲嘢嘅時候，嗰個傷痛到而家諗起，仍然會勾起我好多情緒。如果你好似我咁嘅時候，我想你更加知道一樣嘢，你要更加捉緊一樣嘢，就係你可以 take back the power to make a change。你可以攞翻從神裏邊嗰個恩典去攞翻呢個能力去改變呢一樣嘢。就算係你仍然有嗰個唔舒服，有嗰個傷害喺度，你要知道神嘅恩典大過晒呢啲所有嘢。你可以唔重蹈覆轍，你嘅下一代唔需要經歷同樣嘅傷害，由你呢一代去切斷咗佢。之前我咪同大家講過，因為呢個 Facebook 嗰個 interesting 嘅 experience 咧，發現食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套用喺今日呢段經文嘅裏邊，唔知你有冇諗呢？就係哇，其實神咧係好知道我哋嘅需要，佢真係好知道我哋嘅需要。所以當你下次食飯喺度講話感謝天父賜我飲食嘅時候，我希望你諗起今日呢個信息啊！你諗起神嘅手，就喺每一個細節裏邊。我祈禱你真係可以每餐飯食嘅時候咧，你真係存住一個感恩嘅心，唔係理所當然㗎。亦都好好地去食嗰餐飯，去享受同你一齊食飯嘅人，你嘅家人。食飯嘅時候唔好淨係掛住，即係應該咁應該咁樣，未做功課或者鬧一啲其他嘢。嗰個地方一齊食飯嘅時候，可以係一個建立大家關係嘅時候。以至當我哋喺度講話感謝天父賜我飲食嘅時候，認真嘅，我真係感謝天父㗎，去享受呢個神俾我哋嘅 simple pleasure， 因為呢個係日光之下神俾我哋人最好嘅禮物。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的主，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嘅恩典，多謝你嘅恩典去抱住我哋，去包圍住我哋，好大嘅恩典。我求你亦都俾我哋有能力去作出改變，留意你精心為我哋預備嘅每一個筵席。亦都幫助我哋喺你嘅國度裏邊有份，我哋要留返一份種子，去擺喺神嘅國度裏邊，去建立神嘅國度。願你喺當中得着榮耀。主啊，多謝你咁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